大家好，我係 Wilson，歡迎大家嚟到澳洲香港人頻道。咁過去兩集咧，我就同大家睇到咧呢個通脹點樣引爆呢個高利率，同埋咧呢個借貸能力咧又點樣影響呢個拍賣嘅成交率。咁嚟到呢個系列嘅最後一集咧，我就會同大家睇一個震撼嘅真相，就係呢個樓價如果扣除咗通脹之後，佢仲係咪大家所想象中咁貴咧？咁今日我哋會睇一睇咧四大銀行佢對於呢個利率嗰個走勢嘅預測，同埋我亦會同大家睇睇咧澳洲樓市喺過去40年嗰個規律變化。咁我哋透過呢種種嘅數據咧，嗰個目的就係希望揾出澳洲嘅樓市幾時先至雨過天青。咁今日第一樣嘢我同大家一齊去尋找咧，就係話喺現時呢個表面樓價嘅背後啊，究竟澳洲嘅真實樓價係值幾多咧？好，我哋一齊睇呢幅圖咯。嗱，呢一幅10年嘅樓價圖咧，我喺第一集咧就已經同大家睇過噶啦。不過今日咧，我哋會用另一個角度咧去睇佢裏邊嘅資料。咁藍色線咧就係代表獨立屋嘅樓價，咁橙色線咧就係代表 apartment 嘅。咁喺呢10年裏邊咧，大家見到兩條線咧都一路向上。咁如果你淨係睇呢個樓價本身嘅數字咧，你一定會覺得哇，澳洲嘅樓真係貴咗好多喎。但係你有冇發覺咧？其實中間嗰條通脹嘅虛線咧，係同佢哋同步上升嘅。咁所以第一個問題我哋要問咧，就係話呢個樓價升幅究竟有幾多咧係佢自己真正嘅升值，有幾多咧只係通脹去造成嘅咧？嗱，我哋先嚟睇獨立屋嗰部分啦。如果我用藍色嗰條獨立屋線咧，去扣除咗個虛線所展現嗰個通脹升幅咧，我哋就會攞到呢一幅圖。呢度藍色嗰條線咧，仍然係獨立屋嗰個市價，但係下邊嗰條橙色線咧，就係扣除咗通脹之後嘅真實樓價，你就會發覺啦，佢好似喺度原地踏步喺條水平線嗰度上上落落咁樣。由2016到2026咧，嗰個市價咧，佢表面咧就係由73.5萬咧，就升到101萬，呢度總共升咗37.5%。但係如果扣除咗嗰個累積通脹嘅話咧，2026年嘅實質樓價咧，其實只係當年嘅74.5萬，即係話10年裏邊嘅實質升幅咧，只係得1.3%。跟住我哋又睇下呢個 apartment 嗰個情況咯。嗱，呢一度咧橙色實線咧就係 apartment 嘅市價，下邊紅色嗰條虛線咧就係扣除咗通脹之後嘅 apartment 嗰個實際樓價。喺度我哋睇到咧，扣除咗通脹之後2016年嘅61.4萬嘅樓咧，喺今日咧只係得翻55.9萬，即係話咧嗰個實質嘅樓價咧係跌咗9.1%。咁呢個我哋睇到一個結論咧，就話 house 咧呢個獨立屋咧大致上咧就係保住到嗰個購買力咁但係啲 apartment 咧，基本上咧佢嘅實質樓價咧就係一路下跌嘅。咁睇到呢度咧，大家可能有一個疑問咧，就話喂，如果啲獨立屋佢嗰個實質樓價咧同10年前差唔多，而 apartment 咧仲跌咗添，咁點解我哋今日買樓會比10年前更加困難嘅咧？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就係呢個系列裏邊最重要嘅一個要點，影響呢個住宅房市場嘅，從來都唔係樓價本身，而係呢個借貸利率同埋佢個借貸能力。喺10年前咧，嗰個 cash rate 即係1.75%借錢係相對容易嘅。咁但係到今日咧，嗰個利率已經去到係4.35%。喺第二集我哋睇到咧，嗰個按揭同埋收入嗰個供款比例咧，已經係去到42.4%，過咗40% 嗰個警戒線。即係話咧，你因為人工冇變，你個收入冇變，你個信用記錄都冇變，但係因為純粹利息嘅成本上升咗，銀行就重新估計你嗰個還款嘅能力，於是咧就借俾你嘅錢咧就少咗。呢個先係決定買家能唔能夠有足夠錢去完成佢呢一單嘅交易。咁跟住我哋就睇一個大家都關心嘅問題，就係幾時先至會開始減息。嗱，呢一度咧就係四大銀行嗰個推算，你會發覺咧佢哋嘅時間表咧就雖然有少少唔同，但係佢哋嘅方向咧係非常之接近嘅。CBA 咧就比較上係早啲嘅，佢預計咧就喺2027年嘅5月咧就會開始減息㗎啦。Westpac 同 ANZ 咧就會估計喺2027年嘅下半年，而 NetBank 咧就會預期呢個高利率咧就會維持耐一啲嘅，而減息嗰個嘅幅度咧每一次咧就係0.25%。咁銀行嘅預測咧就俾咗我呢個方向咁究竟歷史又話俾我哋知啲乜嘢咧？中國人有句名言咧就話以史為鑑咧就可以知興替。
所以要睇清楚未來咧，我就同大家一齊去睇翻澳洲過去40年樓市嗰個規律。嗱，呢幅圖咧，我就由1986年咧拖到2026年啊，40年。咁我就以1986年嘅樓價嚟做基數啊，當佢咧係100點。咁大家睇到咧，過去40年裏邊咧，總共有7次嘅跌幅。咁我稱呢7次咧就叫做7次嘅修正。平均咧每5至6年咧就有一次修正㗎啦。平均嘅跌幅咧就係4.6%，平均跌嘅時間咧就係14個月。最嚴重嗰2次咧。第一次就喺1990年嗰次嘅跌幅咧就係8%啊，維持咗24個月。第二次最大嘅跌幅咧就係喺2021到2022年嗰次係跌咗7.5%，維持咧就12個月。換句話嚟講咧，澳洲樓市嗰個調整咧喺過去40年裏邊咧都係短同埋淺嘅，就唔係跌好長同埋跌得好深。所以呢一次由2025年開始個調整咧，如果按呢個歷史規律18至24個月咧，時間咧就剛剛好咧，同呢個4大銀行預測到2027年下半年係吻合嘅。嗱，當然咧，市場真係要轉勢咧，我哋要留意4個指標嘅。呢幅圖前面嗰4個齒輪咧，佢係導致呢個樓價嘅升與降啊嘛。所以當前面嗰幾個齒輪同時開始逆轉咧，樓價先有機會再轉勢嘅。好啦，咁嚟到呢度咧，我哋總共用咗3集咧去睇澳洲嘅樓市。第一集咧，我哋就睇到咧高利率咧，其實即係高通脹同埋呢個樓宇供需失衡啊所產生嘅啊。高利率本身並唔係呢個風暴嘅源頭。咁第二集我哋睇到咧，當呢個高利率一發生咧，銀行就收緊佢嘅借貸。銀行收緊借貸咧，咁呢個拍賣率咧就自然咧係倒地啊，就跌到去50%。咁去到呢一集咧，我哋就認識咗澳洲嘅真實樓價，其實係咪大家想象中咁貴咧？我哋就睇咗咧過去40年啊嗰個澳洲樓市啊嗰個起伏嗰個規律，兼且我哋睇咗4大銀行咧佢點樣去推算呢個經濟嗰個走勢。咁我希望呢啲資料咧對嗰啲咧準備買樓又或者話準備放樓嘅朋友咧能夠有少少幫助。咁如果大家覺得呢啲資料係好嘅，歡迎你分享、點讚同 subscribe。好多謝大家收睇，拜拜。